从暖身动作开始，就很有动感明星的架势。女孩子她们会抱有那种很美丽的梦。以舞蹈方面来讲的话，就算你想要这样子跳，其实那些艺人也是下了苦功的。必须持续练出体能和柔软度。欧美舞者天生有的律动感，亚洲人多半要靠后天苦练。5、6、7，它可能只是踩而已。但是如果加了律动进去，它就是真的是跳舞，就是变成2、3。7个高中女生投注的热情里，除了兴趣，还有传承的使命。中立高商劲舞社曾经4连霸全国热舞赛高中组冠军，直到今年才又击败了劲敌北一女和中山女中，抢回第1。高难度的动作难免有风险，老师注意到空翻落下时，学生的头太靠近地面了。就算受伤了，或者是很累了，他们也就是跟我讲说没有关系。对自己要求一个，对自己要求很高，歌手成绩1后，所以成绩不错。为了要向别人证明自己，总是会表现得最好。教练林鸿儒身为知名的街舞舞者，非常清楚在舞台上武力全开，一股脑想做到极致的心态。我的半月骨破掉，他们知道我是忍着教完他们这支舞，让人不禁想为这样的热情喝彩。也真看不出这群学生里有人是从零出发，自认肢体不协调。他们努力，然后觉得旁边有一起努力的人。对他们而言，跳舞是快乐的事，可以为学校争取荣誉，可以有相互扶持的好朋友，更是高中生活里最值得开心的事。这群高中女生的舞技足以媲美韩国女子偶像团体，用汗水和努力换得值得喝彩的成绩。對此架要求依個，姑所成績1好。對此架要求依個，姑所成績1好。